是奴婢，帶你們受杖那是本分，你們還為了他自請責罰，真是失了體統。好了，祭奠時辰不等人，你們趕快起來，馬上到先王的靈前奠酒焚香吧。这20丈击杖之上，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姑姑挨打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不管有没有理由，他都会给这个下马威，这叫杀威棒。我恨他。不，月啊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呀，不是恨，是忍。忍到几时？忍到我们回宫。那个女人，姑姑心里清楚，你娘亲和举姬都死在她的手里，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。只要能回宫，在宫里熬上几年，等蓉儿分封了，我们就能平平安安的跟他到封地去了。玉儿明白了，为了蓉儿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一定忍。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爱妃免礼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拜见大王。大王累了一天了，臣妾备了点薄酒，给大王解解乏。爱妃不忙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？下去，下去。是。爱妃，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，捉住了寡人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，只要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先別急，臣妾有些事情想問問你。快問，快問。臣妾問大王，你對芈月和她弟弟今後有何打算？今日真是奇怪，屈子來向寡人提議，想讓那芈月、芈蓉回宮受教，母後呢就堅決不同意。現在你又來問寡人，為何呀？在陵園時，芈月曾幫助過臣妾。哦，臣妾覺得這件事情，母後就是太過於小氣。聽說芈月和她弟弟在陵園已經守了6、7年，就算是給先王守靈3年，這時間也夠長的了吧？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長期流落在外，不受6藝之教，太失體統，傳出去豈不成為世人的笑柄？愛妃所言極是，那就依愛妃的意思，讓他們回來。大王這是答應了。答應了，答應了。大王重情重義，臣妾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等一會兒寡人捉到了你，自然會讓你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來來來，給寡人蒙上。大王，你來抓我呀！哎、大王，我在這兒呢。大王，你快來呀！哎，哎，母後，舒服嗎？妃後，聽說大王要讓芈月、芈蓉他們回宮了，連屈子都在替他們說話，大王自然是順水推舟了。那個芈月自小是個害人精，妃後可得留意了。母後不用過於擔憂，依兒想，將那芈月收進宮裡頭也好，放在外頭
太让他逍遙自在了。收进来，再厲害的精怪也不敢在母后面前兴风作浪啊。瞧瞧，这偌大的后宫，树茵儿这张小嘴最会说话。哼，